做一個完整的，要一個人從砍竹子開始，最快的速度也要1個星期。組裝好嘅花燈分為3部分，俗稱3托，以一個寶蓋連住一個圓球體為依托，48條垂簾般嘅燈帶均勻咁掛喺每一托寶蓋上，使整燈呈現出6邊形、垂直式棱柱體嘅透視感。寶蓋呢，6邊每一邊呢也有4條燈帶，4條燈帶分別有孔子像、燈斗、上蓮花、下蓮花，意思呢就傳宗接代。第2托呢也是一個寶蓋，18條燈帶。第3個呢就是6條，66大順的意思。每一托中球同寶蓋嘅大小都有唔同，佢哋自上而下依次減少，分別代表住父子孫3代人，象徵輩分從高到低，寓意住子孫滿堂，代代相傳。